来关心国内上新的电池方案，部分产业用电唔免起价，也是起一半的价效就好。其中薰草产业、薰草制作业是干那起一半的价效，不过大病院的电池却起价起14%，就引起医界不满。昨经济部则紧急回应讲，薰草制作业的电池要改做比较一般的产业来起价14%，因为病院甲诊所是拢总无要起价。10月16日，国内调整电价上新的方案就要实施。这个照各行业用电甲产值衰退的情形来调整电价，有的是起一半，有的是无起。不过大型病院电池起14%，薰草制作业的电池煞干那起一半，引起医界质疑讲，敢讲救命比卖薰的较唔值。经济部初三紧急调整，甲薰草制作业改做研议起14%。这一细微的调整啊，我认为还是会根据各个不同的业种实际的状况。来反映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的修正，这个也都经过这个审议委员他们的同意。经济部表示，为了避免有鼓励食薰等等的疑虑，薰草制作业的电池为起7%，建议改做起14%。薰草制品的大卖小卖业为无要起价，改做起14%。也若病院甲大型的餐厅是为起14%，改做无要起；花莲理宿业嘛改做无要起。针对政策向改变，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周庆明讲，感谢政府听到医界的心声，因为电池若起价，病院甲诊所营运的支出拢会更较严。特别是比较大型的医院，他们的用电其实真的是非常大，这些都是用来救命的，所以你也不能说因为要节电就可以把它不用。医疗院所这一块了如果一直上涨其实大家的成本的压力其实非常的重。因为今年电池已经起2届，传出有立委不满台电，还阁要争取今年甲明年拢总2000亿的补贴。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2000亿的补助甲起电池是两回事，呼吁立委支持予台电补贴。记者综合报道。